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HKTWC 嘅風暴速報，我係 Casper， 即刻同大家分析下熱帶風暴蝴蝶嘅最新動向。1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，蝴蝶目前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係達到65公里每小時，佢集結喺香港西南偏南大約640公里，預料大致向西移動，時速約12公里，橫過南海中部。蝴蝶喺過去24小時受到較高嘅垂直風切變影響，對流集中喺西南面，低層環流重心外露，未能出現明顯嘅增強。但係當蝴蝶向北移動移近海南島，高空環境就會改善，到時風暴就可以稍為增強。其後佢會登陸或者擦過海南島嘅西南沿岸，再靠近雷州半島，到時蝴蝶會受到地形影響，開始逐漸減弱。因此，我哋預料佢嘅增強幅度有限，巔峰強度會喺熱帶風暴上限至強烈熱帶風暴下限之間。現時各大模型同埋官方嘅氣象機構都有持續西調蝴蝶路徑嘅情況。最新預料佢會橫過海南島嘅西部，並且短暫移入北部灣，登陸廣東沿岸之後，再轉向偏東北方向移動。由於現時蝴蝶結構尚未完整，唔排除中心嘅位置會向強對流調整，令到路徑再向西調整。而當蝴蝶橫過海南島，路徑亦都會出現短期波動，因此而家二次登陸嘅位置尚未確定。我哋現時預測天文台就熱帶氣旋蝴蝶發出3號強風信號嘅機率係中等。雖然蝴蝶會喺香港以西嘅400公里外登陸，而且路徑有持續向西調嘅趨勢，但係電腦模式普遍預計，當蝴蝶移入廣東內陸，會加速西南季候風嘅流入，令到廣東沿岸風勢頗大。而受到雨帶嘅影響之下，星期5開始香港沿岸地區有機會受到強風嘅影響，但到時蝴蝶嘅強度已經會大幅減弱，唔排除天文台會以強烈季候風信號代替。而我哋最新評估，天文台發出8號烈風或暴風警告信號係極低。蝴蝶同香港一直都會保持300公里以上嘅距離，而電腦模式都一致同意香港受到烈風影響嘅機會係極低嘅。總括嚟講，天文台會唔會發出3號強風信號，仍然係非常視乎蝴蝶橫過海南島之後嘅路徑同埋強度。但係可以肯定嘅係，香港直到下星期2都會持續受到惡劣天氣嘅影響，現階段唔排除暴雨出現嘅可能性。現時預計要等到下星期中期西南季候風逐漸減弱，天氣先會稍微好轉嘅。今次嘅風暴速報就到此為止，我哋會同大家密切關注住熱帶氣旋蝴蝶嘅最新情況，有新消息再同大家以貼文或者影片嘅方式報導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